育部对112学年度开始一档来调整幼儿园的师生比。目前是规定讲一个老师顾12个囡仔。教育部早起第二反应是指出讲，即马公共化幼儿园有7成，拢已经有做到了。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，准公幼的师生比达成的时间无应该放零，标准应该甲公共化幼儿园同款才对。 为着要提供大家拢立会起就近的教保服务，教育部自106年开始扩大公共化幼保，除了新设公立非营利幼儿园，继当年佮继续推动准公共幼儿园，嘛已经设真侪间啊。公幼和私幼的比例对3:7变到7:3，不过囝生少的问题也未解决。国民党立委郭志温就质问教育部，到底敢有需要佮继续设落去？ 云林目前为止就有4间的非营利幼儿园，你要招生289个人，目前缺生率达19%。我们用每个乡镇地区的人口数，然后呢？是，然后再看它园所的招生入学率。避免资源浪费、教育品质变歹，郭志温认为教育部应该总量管制。也若讲到教育品质，根据教育部报告，112学年度开始，要当年调降幼儿园师生比例到1:12。 公共化幼儿园已经有7成达到标准。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就质疑讲，为怎样准公幼第3期的规划，就要去延后师生比例降低所达成的时间。没有想到现在准公幼可以再从114年再开始调降，115年逐步完成。那也没有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完成啊？所以会不会变成是2套标准？有办法说115是全面都完成？在合约内会规范完成。 教育部处长林明如是强调，当初政策就是新公幼加准公幼，而且准公幼上万115学年度嘛要达到标准，若无就算是无照合约行。另外，针对先达到标准的准公幼，嘛照大细间来发10万至25万的奖励金，连续发3年。不过，洪明凯是指出，若比较准公幼经营的成本，奖励金实在受过少，颠倒是提早配合的业者会较吃亏。教育部应该考虑佮增加补助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